顶礼拜，宪法法庭针对死刑释宪作出判决，大法官认定死刑带条件合宪，而且嘛索按判死刑的标准。新北校园挂暗棍案受害者的家属就批评讲，这等于是予加害者一块免死金牌。人也立委是要求法务部要赶紧执行死刑，嘛建议甲无期徒刑分做3级，相当合级都袂使申请加释。死刑释宪案，宪法法庭虽然宣判部分合宪，不过也为死刑设下标准。新北校园挂暗棍案的受害者家属就批评讲，加害者互认定做精神障碍，就袂当判死，恐惊会成做犯罪者的免死金牌。也批评法官要一直决才会当判死，无考虑到受害者的生存权已经先互夺走。请不要用精神障碍来作为废死的借口，这应该是算是另一类的一票否决权。他自己已经剥夺他人的生存权，自己不遵守法律，就不能接受宪法的保障。国民党立委吴宗宪认为讲，大法官为死刑设下定定的关卡，这等于是实际的废死。批评目前无期徒刑只要满25年就有机会加释，原底应该永远甲社会距离的人，煞可能回去社会，恐惊互犯罪率升悬。甚至建议讲，应该要甲无期徒刑分做3级，满25年会当加释，满40年才会当加释，还佫有一世人监禁袂当加释。那扣掉这些人在押的时间，大家知不知道？当他们在被判无期徒刑的时候，他们不用几年就可以申请假释了。如何把配套措施透过修法的作为把它完备化，这才是立委的职责。立委要做的不是挑动社会的对立。这些部分我们就依法处理嘛，那修法的部分我们就是会按照宪判制的意志来妥适演绎啊。吴宗宪强调讲，无排除自执民意，上街头来表达意见，甚至提出反废死的公投。立委是表示，当地建议修法降低冤家的可能性，也避免罪犯找空棒来闪刑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